個個講李嘉誠，我又想講下李嘉誠。人哋而家先至話大聲講李嘉誠。舊年8月我已經製作咗呢啲咁好睇嘅 T 恤，想話去長江大廈嗰度問佢攞翻封利是啊！即係佢咁多錢啦，幾千億成萬億，俾翻100-200萬我啲咁艱難嘅勝利嘅啲老人，唔係老人家，叫做窮困人士啦，都不得要領。嗱，我做嘅伊麗莎白就升咗天，屈臣李氏沉翻天，預備又再有靚 MBE， 可惜天堂就走不着，拿起手機就問責句，責佢啊，好責嘅坑渠咧，叫做責佢，只答 I don't know，let me Google 查一下，快向爹爹説一聲，即係佢老豆啦，係咪 ？Please hold， 唔好走住啊 ，Don't go 啊，唔好去住啊。I found she now 在地獄喎，啊，真定假唔知喎。伊麗莎白咁好食好住，係嘛？益過好多人咩？啊，啲好多亞洲人俾佢啲即係所謂啲英國人蝦蝦霸霸殺頭，搶晒佢哋啲資源，啊，佢就即係叫做李嘉誠咪一樣啦，炒高啊地產，唔係炒高，官商勾結，啊，而家啲人住八格籠，係佢啲恩賜啦，所以我認為佢哋不得好結局。但係我都唔會批評，因為我佛教唔會對人任何批評去邊度，去上天啦或者乜嘢。但最緊要咧，人啊用一個良心去做人。如果李嘉誠埋成咗呢啲碼頭咧，即係斷咗啲水啊，佢係屬於烏龜託世嘅，有水咧就會發達。但係佢一埋咗碼頭咧，可能會接受接福，可能啊，我唔會立亂講嘅，我咪黑心人士。但係一有錢同我批評一下都好閒，因為我把聲咧只能夠10個人聽到。啊，最好有1萬人啦，最好係有1億人聽到啦。因為咧，我講嘅係好中肯嘅説話嚟嘅。佢咁多錢咧，啲碼頭咧，全部賣晒出去唔緊要，將啲錢全部捐咗俾啲即係中國又好，窮人又好，做翻啲好事。咁樣咧，佢肯定會去天堂嘅。我就認為啦嚇，因為我自己就即係。我仲有一幅嘅，仲有一幅好笑嘅，我都花咗好100幾廿蚊做呢啲咁嘅 T 恤嘅，冇人睺嘅。舊年8月已經我鬧佢噶啦，而家就報應啦，佢唔俾我嗰封利是仔，而家成個中國鬧佢噶啦，唔使我鬧佢噶。所以咧可能而家如果李嘉誠睇到呢個片，可能鬧我噶啦，鬧我唔緊要嘅，其實就乜都唔使理。如果有機會，我希望同呢個老人家傾下偈。我所理解嗰個，佢就揾錢叻啦，揾錢叻，的確係叻。我唔識揾錢，所以而家窮光蛋一名。OK， 係咁多啫啦，拜拜。